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丽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如果有一个查甫人，介你的素颜无伪装，你外歹伊拢袂起呀。你变大块啊，伊嘛足欢喜。你若小可消散，伊就足心疼。你若无钱人用，伊无第二句话，随去装钱互你。爱记住，迄个人是你的阿爹，是恁老爸。是你的父亲。我用10几分钟，才甲你的空喙修理好。我就是手济，毋才会甲肩臂空起来。哎哟，啊这医生哪会遐乱啊？这一摆计3个。个性愈急，智慧愈低；个性愈稳。智慧愈深，脾气愈大，身体愈歹；脾气愈稳，福报愈深；声音愈大，修养愈差；声音愈柔，德行愈高；子女愈好，父母愈安；父母愈慈，子女愈贤；体现丰盈，父孝孝，仁爱；子女德无灵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就Camber每晚暗时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人生七早才开始，还是开始啥物呢？就是观察盐放湿点，汤着白，中风老人目睭无，目睭有，目睭青，乌影乌影，还阁有啦，脚头有无啦？啊，恁厝是拢送咧发热，送咧做主啊？我是。